大家早安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，又让我们平安过了一个礼拜。在上个礼拜，相信有小朋友面对了假期，也面对了考试的准备。但我们知道有上帝与我们同在，那加上我们的努力，我们什么都不怕。在我们亲子礼拜开始之前，那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，谢谢你保守看顾我们。那我们不管在家庭、在学校、在任何地方，你都保守看顾我们。你的平安、你的喜乐都时时与我们同在，也让我们享受到天父同在的喜乐。感谢你，让我们面对考试、面对生活中的大小事，我们都不害怕，因为有你的同在，我们什么都不怕。天父也将我们今天礼拜当中，不管听信息、唱诗歌、手作小组的分享，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。你开启我们的心，开启我们的耳，来聆听你的话语，让你的话语再一次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帮助，成为我们的准则，让我们能够走在你的道路上，讨上帝你的喜悦。小孩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好，又到咱要用台语读圣经的时间。今仔日咱要来读马太福音22章37节到40节，约翰福音13章34节到35节。我先读一摆，恁小朋友就对巧云做伙来读一摆。好，咱做伙来。你着专心专情，你着专心专情，专意听主你的上帝。专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是上大，这是上大，搁第一的诫命。搁第一的诫命。第二个嘛相款。第二个嘛相款。着听厝边，亲像听家己。着听厝边，亲像听家己。全部律法甲先知的教示。全部律法甲先知的教示。拢用这两条做根据。拢用这两条做根据。我予恁一条新的诫命。我予恁一条新的诫命。恁着三听。恁着三听。照我听恁安尼。照我听恁安尼。恁嘛着三听。恁嘛着三听。恁若三听。恁若三听。众人会对遮来。众人会对遮来。知你是我的门徒。知你是我的门徒。即摆咱要搁对头，搁来读一摆。咱一个请爸爸妈妈甲小朋友甲阮做伙来。你着专心、专情、专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是上大，搁第一的诫命。第二个嘛相款。着听厝边，亲像听家己。全部律法甲先知的教示，拢用这两条做根据。我予恁一条新的诫命，恁着三听。照我听恁安尼，恁嘛着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会对遮来，知恁是我的门徒。各位小朋友、各位家长，大家早安！今天呢，我们要一起来学一首新的歌，
是由倩玲老师所写的歌，叫做《新的诫命》。那接下来呢，让我们一起来学《新的诫命》这首歌吧。传道会来教大家怎么唱、怎么跳。第一句，你得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来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地方呢，第一个尽心，我们需要比出一个爱心。尽性呢，这个性呢是你的性情，所以呢你要比在你的这里。尽性，尽意呢是指你的意念，所以你要比在这里。尽力呢就是你的力量，就是你的行动哦，你要有行动，力量的行动。好，所以我们就会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。那你的动作呢会慢慢的往上比，哦，有没有看？第一个在这里，第二个在这里，第三个在这里，第四个在这里。听主你的上帝，听主你的上帝的时候，直接把你的手打开往上比。听主你的上帝，听主你的上帝。那我们就学完第一句主歌咯。那接下来会有一个副歌，副段啊。第二条诫命，第二条诫，就是爱听厝边，亲像听家己，爱邻舍如同爱自己。第二条开始的时候，你就要比。第二条是讲，要听厝边亲像家己这边啊，要跳快一点。第二条是讲，好，这边就是第二条是讲。那当然你可以比帅一点。第二条是讲，好，听厝边亲像家己怎么跳呢？这个时候你需要有一个伙伴跟你一起跳，可以是你的兄弟姐妹，可以是你的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。好，你去找他，然后你就面对着他。第二条是讲，要听厝边亲像家己，拍4下，好，那就随便这样子，1、2、3、4，好。第二次呢，一样。对，但是第二次呢要排7下。好，那等一下呢，大家可以跟着传道牧环，还有我们办公室的干事们一起来跳。好。恁着尽心、尽心、尽意、尽力，听主你的上帝。恁着尽心、尽心、尽意、尽力，听主你的上帝。第二条是讲，着听主变亲像家己。第二条是讲，着听主变亲像。尽心、尽心、尽意、尽力，听主你的上帝。恁着尽心、尽心、尽意、尽力，听主你的上帝。小朋友，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。上帝的话语记载在马可福音12章28节到34节。约翰一书
2章7到8节。有一个经学教师听见他们的辩论，觉得耶稣给撒都该人的回答很好，就上来向耶稣提出一个问题：诫命中哪一条是第一重要的？耶稣回答：第一是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主我们的上帝是唯一的主，你要全心、全情、全意、全力爱主你的上帝。第二是你要爱邻人，像爱自己一样，没有其他的诫命比这些更重要的了。那经学教师对耶稣说：老师，你说的对，正像你所说的，上帝是唯一的，他以外没有别的。以全心、全意、全力爱上帝，又爱邻人，像爱自己一样，这比在祭坛上献烧化祭和其他的祭物给上帝重要的多了。耶稣看出他的回答蛮有智慧，就对他说：你离上帝的国不远了。从此以后，没有人敢再向耶稣问难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写给你们的不是新的命令，而是旧的命令，是你们一开始就领受的。这旧的命令是你们已经听过的信息。然而，我写给你们的也是新的命令。这命令的真理在基督身上，也在你们当中表现出来。因为黑暗正在消逝，真光已开始照耀。各位小朋友，各位家长，大家平安，大家早。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说到了我们很熟悉的新的诫命，而在新的诫命当中，说到了3个，也就是全心、全志、全力。另外一个是要爱人如己。这2条呢，就是新的诫命，也是最重要的诫命。而在今天故事当中，这个经学家，也就是经学教师来找耶稣来问这件事情，也是想要了解到底他要遵守什么。耶稣告诉他，就是刚刚那几个。但可能我们的小伙伴们不是很能够理解，到底全心是指什么？全志，这里的志不是指智力哦，这里的志是指你的想法。全志，你的想法要怎样才能够让上帝得到喜悦？再来呢，是你的权利。这个利到底是指什么？这个利是指行为。那在这个不懂的情况下呢，没关系。今天我们要透过一部戏剧，来让大家更加来了解，到底第一个最重要的这个诫命，就是新的诫命，到底在讲什么？让我们一起来看这部戏剧。阿宏，你哪会一个人伫遮哩？你在想啥？阿东哦，无啦，我著咧想代志啊。想代志？你在想啥？就是啊，今仔日的下早啊，迄个主日学毋是有讲到敬神爱人？嘿，我著咧想哦，到底什么是敬神？什么是爱人？敬神是尊敬上帝，爱人阁是啥物？哦，有听没有懂？你敢知影小老师伊咧讲啥物啊？讲着听，拄好我有一本绘本，伊咧讲着听。从前，从前，在森林里有一只大兔子和一只小兔子。到了晚上，小兔子该上床睡觉了，可是它紧紧地抓住大兔子的长耳朵不放。它要大兔子好好听它说：“猜猜我有多爱您？”它说：“我爱你这么多。”小兔子边说边把手臂张开，开得不能再开。然而，大兔子的手臂比它要长得多。大兔子说：“但我爱你有这么多。”小兔子不服气的又说：“
我爱你像我跳得那么高诶。他非常用力地跳来跳去。大兔子说，可是我爱你像我跳得那么高。大兔子往上一跳时，耳朵都快碰到了天花板。大兔子和小兔子真的非常相爱，他们的爱从长耳朵到脚趾头那么长，从小河一直到远方的山丘那么远。最后大兔子说，我爱你一直到月亮那里，再从月亮上回到这里来。大兔子和小兔子比了很久很久，他们想要把对彼此爱的感觉描述出来，可是没有办法。最后小兔子和大兔子发现，原来爱实在不是一件容易衡量的感觉。其实听这物件，伊是真正就歹去了解。故意讲抽象，但是呢，透过这个绘本，伊互咱去了解到，原来听是要有行动来去表达。哦，若是安尼，照你的意思，若是我要听一个人，我就应该用行动来表现出来。无毋对，就亲像耶稣所讲的，你爱听厝边，亲像听家己。你若希望别人听你，你嘛爱用同款的方式去听别人。啊，哦，我知影，就是讲，若是有一个人做一个代志，互我足受气的，啊，伊嘛甲我回死咧啊，是毋是讲我就应该爱原谅伊啊？无毋对，就是安尼。哦，啊，毋过吼，若是这个人吼，伊搁对我吼足无好诶，是，要安尼要安怎？咱基督徒爱学习耶稣听咱的这个精神，去听别人。虽然讲别人无听咱，但是咱去听别人的原因，是因为耶稣听咱，亲像耶稣听咱到伊牺牲同款。若是安尼，咱就会当真做伊的门徒，因为伫圣经内底有讲，咱若遵照伊的命令去做，咱就是伊的门徒，咱就是伊所喜爱的人。啊，原来是安尼哦！无毋对啊，多谢阿东。啊，客气啦。干嘛呢？头拄啊，恁拢咧讲疼人的部分，但是上大上重要的迄个概念是疼主你的上帝，恁是毋是拢袂记去啊？无啊，我无袂记一了。干嘛呢？讲到疼主你的上帝，我问下，今日透早的主日学礼拜，你还会接人较来？啊，无啦，这是因为吼。你根本每一个礼拜拢迟到，你根本就无敬敬上帝。阿元，话袂当安尼讲呢。你敢知影阿凤，伊每一个礼拜日拢到菜市啊去帮忙厝内卖菜，你敢知？所以逐礼拜才会迟到，迄是伊无愿意的。你袂当安尼甲讲。迄毋是理由啦。耶稣讲，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疼主你的上帝，这是上大的，也是头一个。阿元，话袂当安尼讲吧？本对就是安尼啊，这就是圣经所讲的啊。亲像我，虽然我要考试已经高三，但是我由原来教会聚会每一个礼拜的下啊，我拢参加团契的聚会啊。这就是你的问题啦。阿元啊，我甲你讲，你的新的改变内面，你是毋是除了第一条、第二条，你根本就无去遵守？有，看会无吼？顶一摆恁甲我拢讲过啊，你讲你去补习班的时阵，是毋是靠一个叫做阿明的甲你弄落去？弄了你的册甲暗顿拢搭伫涂骹，互你非常的生气，因为这代志。你逐礼拜来教会拢在念福音，是毋是有？我真正足生气的啊！安尼，你敢有要原谅伊？我可无爱原谅伊，迄家己的问题啊！伊爱怎么回事的啦？就是因为安尼啦，我才会讲你吼，根本都无遵守疼厝边亲像疼家己。搁好意思讲阿凤无尊敬上帝，
你家己嘛共款啦。拜托的话，唔通安尼讲啊，好无？就是爱先学习第一条诫命，才会讲去做第二条诫命啊，先听上帝，才会使听人。你安尼讲对毋对啊？你连看会到的人，你拢无法度听，你是要安怎听迄个看袂到的上帝？而且，阮就是要透过去听人来学习，要安怎去听上帝啊！啊，好啊好啊好啊，恁吼小停一下，互我时间来整理一下。就是讲吼，我即马已经知影讲第一条诫命是咧讲啥物，啊嘛知影讲第二条诫命是咧讲啥物啊。啊，毋过我无了解讲这两条诫命是要安怎甲做伙啊。各位同学，恁拄则咧讨论啥物啊？好，我知影恁拄则咧讨论的问题。即马我甲恁解说，到底啥物是新的诫命，安尼好无？好。伫新的诫命的中间，第一条是讲，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听主你的上帝。第二条是爱听厝边，亲像家己。拄则阿东讲了真好，听人爱亲像家己，而且爱有行动。阿元讲了嘛袂歹哦，人爱敬畏上帝，所以咱每一天爱祈祷、读圣经来亲近上帝，并且爱准时来做礼拜。也毋过伫咱生活的中间，常常有真侪事，互咱无法度完全，所以咱爱彼此勉励，互相来鼓励，好无？好。恁讲的拢真好，毋过是安怎要将敬畏上帝甲听人即两项分开来看呢？恁一个人认为爱对听人来明白上帝，另外一个认为讲爱对敬畏上帝来学习要安怎听人。其实恁敢有想过咧？咱将即两个想法来看做一个方法，就是咱认真来读圣经，亲近上帝，也共一个时间，人爱听主边，亲像家己，用安尼的做法来伫咱的生活的中间来活出信仰的经验，毋是独独去敬畏上帝，也是独独听人，其实会当来做伙来做。原来会当安尼哦。当然会当啊。阿元、阿当、肖老师，多谢恁哦，今仔日互我会当了解啥物是新的概念。阿峰啊，真感谢你有这个疑问，互我会当更加去了解，原来听上帝甲听人两个是会当同齐做伙去做的。多谢大家的分享，我应该爱对圣经开始去学习听人的行为，而且搁爱去学习接纳别人，甲原谅别人。今仔日有真好的讨论，老师真欢喜哦。希望咱大家人拢会当认真来明白这个听咱的主上帝。那今天的戏剧呢，就演到这里。这个戏剧呢，到底要传达什么？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看得很清楚，也就是最后那个肖老师，也就是牧师娘，她所说的，其实呢，就是很重要，符合我们今天信息所要传达的，也就是你要怎么样来去做到第一条诫命对你、对我、对大家的要求。那希望呢，今天的信息以及今天的戏剧、今天的经文、上帝的话语，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，让大家能够来了解到自己应该要怎么样做，自己应该要怎么样去想，自己应该要在跟随上帝的时候要怎么样来去调整。让我们一起来读本周金句：以全心、全意、全力爱上帝，又爱邻人像爱自己一样。马可福音12章33节。以全心、全意、全力爱上帝，又爱邻人像爱自己一样。
马可福音12章33节，要用专心、专志、专力听上帝，佮听厝边亲像听家己。马可福音12章33节，要用专心、专志、专力听上帝，佮听厝边亲像听家己。马可福音12章33节。那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。爱我们的父神，感谢你，透过你的话语提醒我们，透过你的话语勉励我们。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些困难，有一些不明白，但主啊，我们要借着耶稣带给我们的力量，耶稣带给我们的智慧，我们要来克服这些困难。求主继续的来带领和看顾我们这群孩子们。我们这样子祷告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咱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达成，你地里的亲像伫天里，咱的日食，今仔日互咱。下面咱的辜负，亲像咱若有下面辜负咱的人，亲像咱若有下面辜负咱的人，目的带咱入地城，落救咱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繁荣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儿童主日学亲子礼拜将于11月开始恢复实体聚会，欢迎大家11月7号上午9点，一起在社区发展中心2楼的主日学教室，与我们一同敬拜上帝。9点半，邀请大家依照自己的年级进入幼儿园以及低、中、高年级，还有国中组的线上 Meet 小组，与同学们一同分享。本周读经范围：圣经马可福音12章28到34节，约翰一书2章7到8节。阿尔法儿童圣经朗诵比赛，本届赛事因为疫情采录影参赛。欢迎大家踊跃参与。教会将于11月14以及21号2个礼拜，
协助比赛者进行参赛影片的录制。详细报名资讯，请参考报名简章。大家平安，这边有一个活动消息要跟大家分享。台南东门巴克里纪念教会，我们的儿童营在10到12月，10月23号音乐律动营，11月27号科学小达人营。12月25号体能运动营。报名资格幼儿园到国小6年级。活动时间礼拜六下午3点到5点半。在同一个时间也有我们的幸福家长成长班，欢迎家长一起报名，跟小朋友一同在教会里面快乐的学习，一起成长哦。台南东门巴克里纪念教会快乐儿童营，欢迎你！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我们一起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父神，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，透过信息，要提醒我们要如何来去做，要如何来去想。主啊，求主继续的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去实践出主啊你所吩咐的那新的诫命，也帮助我们在现在疫情渐渐的趋缓之后，我们在学校的课业上面都能够赶上进度，也帮助孩子们在等一下的 Google Meet 当中都能够有好的分享，好的讨论。我们将一切的事都交在你手中，求主你继续来带领。我们将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